心往何處安有聲書，作者安，有聲書文本整理朗讀 Irene。 第2章，求知與患病的交纏。我讀中學嘅時候，一直希望能夠吸取多啲知識。由於我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面，別人嘅言行對我起唔到作用，甚至人哋侮辱我都冇知覺。另一方面，我為咗報復媽媽對我嘅忽視，我唔肯戴胸圍。而嗰陣時，我已經有咗第2性徵，所以好多同學都會取笑我，而我亦都成為咗俾同學欺凌嘅受害者。喺竹園兒童院期間，我開始諗我嘅出路。據我所知，媽媽帶我走係因為我年紀最大，佢唔捨得俾淨係得幾個月大嘅細佬生活喺嗰種惡劣嘅環境裏面。我畢竟已經12歲，再過2年我就可以學師嚟幫補家計。就係咁樣，學校嘅成績係受到媽媽重視同埋引起媽媽注意嘅唯一途徑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喺度學習，喺宿舍後院努力咁樣讀，大聲咁樣讀出嚟，因為咁樣比較容易記住。由於我嗰陣時讀文科，可以靠背誦嘅方式嚟過關，甚至連數學可以背出嚟。就咁樣，我靠住背誦，每年都考第1，並且用呢個方法度過咗小學同埋中學嘅時期。當時我最大嘅願望就係能夠考上大學。由於我嘅會考成績唔好，根本唔可能讀香港嘅大學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選擇台灣嘅大學。嗰陣我考到嘅係台大外文系，背誦係我嘅強項，所以最初我都仲可以應付到。我亦都好鍾意玩，試問又有啲乜嘢比玩更加能夠刺激感覺？我希望每一日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要證明自己有感情、有感覺同埋仍然存在。玩樂唔需要用腦，唔需要去思考，可以唔計後果，純粹有官能嘅感受。嗰種刺激係即時嘅，都係原始嘅。我唔想做，唔願意做，但係唔能夠唔做。就喺我離開香港去台灣之際，我嘅初戀開始啦。佢係我嘅中學同學，已經畢咗業出嚟做嘢。佢係靚仔，而我嘅初吻就係俾咗佢。其實佢對我好好，好認真，但係我為咗證明我嘅存在，我就喺書信裏面教佢咁樣，要求佢做呢樣，亦都要求佢做嗰樣。我要佢每日寫一封信俾我，佢做咗。我甚至要求佢用血寫一個愛字嚟表示佢對我嘅愛。我當然唔想咁樣做，但係控制唔到，因為除咗咁樣，我又有咩方法嚟到證明同埋解決我存在呢個問題？終於戀情維持咗3個月，佢就提出分手。我喊得好犀利，但我知道佢做得啱。但係嗰種痛苦同埋絕望，就係喺台灣嘅日子所經歷嘅掙扎，所經歷嘅絕望係刻骨銘心嘅。由於我嘅記憶力不斷衰退，每一次考試都要從頭讀過。1年級仲可以，但係到咗2年級就真係冇辦法。日文同埋英文都唔可以過關，壓力越嚟越大，而思想亦都有時停，有時快，有時慢，有時個腦更加空無一物。
每逢測驗同埋考試，我就拼命咁用盡精力去背誦。嗰陣我每日都堅持自己早啲起身溫習功課，甚至喺牆上面寫標語，強迫自己用所有力量去起身溫書，嚟應付考試。我唔能夠，真係唔能夠。我嘅大學夢唔能夠唔放棄。由於讀大學係我細個嘅夢想，要我放棄，我係萬分唔捨得。但係要我繼續讀落去，我就冇呢個本事。終於到咗2年級嘅冬天，我返咗屋企。當時完全喺絕望之中，到最後除咗自殺就冇其他辦法。我唔想死，真係唔想死。我唔想放棄自己，我唔認輸，但我唔可以成為屋企嘅負累。我唔可以唔死，我真係唔想死。我用盡所諗到嘅方法嚟自殺，但我其實係唔想死嘅，所以最後都冇死到。而我就知道，我再唔死，到最後我連尋死嘅能力都冇。呢種絕望掙扎，又有邊個知道？我四肢健全，身體冇缺陷，竟然會喺嗰陣時被折磨得咁厲害。